继续来看印度的古吉拉特邦这间游乐场，昨是熊熊大火烧，因为现场人多，这游乐场佫是打铁皮起的，所以这火是炭了真紧。媒体报道，目前已经有上无27个人死亡。印度总理莫迪嘛下令当地政府要全力协助。铁皮厝内面的烟一直清甩，有人摕碎条水管来拍火，但过火实在是太大了。伫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儿童游乐场，拜六真侪家长带囡仔来遮耍，人真多，怎突然间发生大火？因为建筑无成铁皮搭建的，而且迄当阵风阁正透，所以火真紧就规个炭开。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赶来现场，受伤的民众被送去病院治疗。不过时间1分1秒过去，尾仔讲出来拢是一具一具冰冷的尸体，内面还佫真侪是囡仔。The rescue operations are on. The fire is under control. We are trying to retrieve as many bodies as possible. As of now, around 20 bodies have been recovered and they have been sent to the hospital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天色愈来愈暗，因为无确定还佫偌侪人被地掉火，救援行动还佫继续伫咧进行，也是大型机构来救。当地媒体报道，这个游乐场是临时搭建的铁皮，无遵守消防安全法规，是非法经营。当局已经进行调查。印度总理莫迪伫咧社群平台表示，对这场游乐场的大火感到真悲痛。当地政府全力为受难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因那当地警方也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甲游乐场的业主甲主管羁押。记者综合报道。